喺知識型經濟體中，知識產權 IP 已成為企業的核心資產。一齊嚟睇下專利盒稅務優惠。為鼓勵企業投入研發、創造知識產權並推動知識產權貿易，香港政府喺2024年7月5日正式通過2024年稅務修訂知識產權收入的稅務寬減條例，引入專利盒機制，為符合條件嘅知識產權收入提供5%的特惠利得稅率。邊個可以享受呢項稅務優惠？要享受專利盒機制的稅務寬減，企業須為：一、具資格人士，包括知識產權的擁有人，以及有權從知識產權獲取收入的特許持有人等；二、具資格知識產權，涵蓋專利、植物品種權利以及受版權保護的軟件等。知識產權必須通過法律審批和註冊程序，並與研發活動相關。三、具資格知識產權收入，包括知識產權的使用費、出售收入、內含知識產權收入，如產品銷售中可歸因於知識產權的部分，以及保險或賠償款項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奇。